大家好，你或者你身邊嘅人，係咪正受到賭博問題嘅困擾？覺得好似跌咗入一個無底深潭，揾唔到出路？請你記住，你絕對唔係孤單一個。喺香港，有一股強大嘅力量，可以陪伴你由賭博嘅深淵走向重生之路。我哋嘅中心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平和基金資助，自2003年成立以嚟，一直致力於為問題賭徒同佢哋嘅家人提供專業支援。我哋嘅團隊由註冊社工、專業戒賭輔導員、福利工作員組成，用愛心同專業陪伴每一位求助者行過最艱難嘅時刻。我哋嘅服務有咩特別？首先，我哋提供嘅係專項戒賭輔導，由經驗豐富嘅註冊社工同輔導員主理。我哋採用精量為本嘅輔導模式，意思係會透過科學化嘅評估，好似幫你做身體檢查咁，準確了解你嘅狀況，然後度身訂造最適合你嘅個人化戒賭方案，每一步都清晰可見，令你對復原更有信心。我哋嘅輔導係建基於最新嘅賭博失調理論，深入處理賭博行為背後嘅心理動機同潛在問題，例如壓力、情緒困擾等等，從根源解決問題，而唔係單單叫你唔好再賭咁簡單。我哋明白，賭博從來都唔係一個人嘅事，而係會影響成個家庭。所以，我哋特別強調以家庭為本嘅輔導方向。除咗幫助賭徒本人，我哋亦會支援佢哋嘅家人，協助重建家庭關係，修補因賭博而造成嘅裂痕，等大家可以一齊成為康復路上最強大嘅後盾。戒賭係一條漫長但充滿希望嘅路，由承認問題、尋求協助，到學習新嘅生活方式，每一步都係邁向重生嘅印記。喺我哋中心，有好多成功嘅個案，佢哋都曾經同你一樣感到迷茫同絕望，但透過專業輔導同自身嘅努力，最終成功擺脫賭癮，重拾家庭嘅溫暖，搵返人生嘅方向。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朋友需要幫助，請唔好再猶豫，踏出第一步就係改變嘅開始。歡迎你隨時聯絡我哋嘅團隊會細心聆聽你嘅需要，提供絕對保密嘅免費輔導服務。記住，重生嘅力量就喺你嘅手中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獲取更多有用資訊。拜拜。